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6月初9。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使徒行传28章第1节到第1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做祝福。伫昨咱讲到亚伯拉罕是一位受上帝呼召的人，但是伊到底所领受的呼召是甚物呢？真侪人拢会讲，就是要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啊！上帝互迄个未生伊甲伊的太太撒来，会通伫迄个90岁的时阵来生育。不但安尼，上帝阁应允伊的后代要亲像海边的沙遐尔济，而且呢，上帝阁互伊会通伫上帝所应允的土地，会通得到进入伫迄个迦南地。但是蒙福并毋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真正的目的。上帝爱亚伯拉罕成做别人的祝福。搁一个强调，基督徒的呼召就是应神应人，互人蒙福，互人得到利益，会通荣耀上帝，成做祝福的是基督徒的呼召。祝福也是祝福，要安怎来分辨呢？对于华文的了解，祝有这个愿的意思，也就是讲迄个祈祷的意思。那安尼讲，就是讲祝福人会并无有气力来树立这个福分，因此咱只有会当为着人来祈求福气。祈愿创造者上帝会通赏赐运福，互咱所祝福的对象。那安尼祝福就搁较明白啊，就是迄个权能者，迄个创造的上帝，伊所会通做的代志，是人所袂话的。就权能的会通将这个福分来赐，也讲赐人物件，福分也是其他的。古早时代，咱听过赐姓，以前的人若会当得到迄个皇帝赐姓，拢感觉真有荣耀。伫早期的教会内底，这个幼儿洗礼、接受洗礼了后，拢会互因的这个咱即摆讲干爹啦、干妈 Godfather 教母也是教父来赏赐因另外一个性命。属有即种对顶悬下骹的关系，毋是迄个平行的关系，所以毋是人甲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要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因为祝福是对这个上帝所赏赐的，所以基督徒的呼召嘛是安尼啊。所以，无论伊咱讲是听人亲像家己啦，听对德啦，互人得到福气啦，拢是透过上帝的旨意呼召咱的目的。咱来看见创世纪14章的记载。亚伯兰来打败基大老马，甲伊的同盟的这个王凯旋迎归的时阵，索多玛王到沙美国，就是咱咧讲的王国来迎接伊。至悬的上帝祭司撒丁王被基洗德带着饼甲酒来迎接亚伯兰。祝福伊，讲愿至悬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赐福予亚伯兰。
愿迄位互你战赢对敌的志愿的上帝受称赞。阿伯拉罕就是对伫迄个修行内底，咱咧讲战利品内底，摕迄个1/10送互未记洗德。这个也诚做后伫教会内底迄种11奉献的规范，所得到的中间爱拨出1/10来奉献。阿伯拉罕安尼讲，阿伯拉罕对伫抢夺转来的战利品中间摕1/10来送互未记洗德。因为伊受到伊的祝福，伊来表示献上感谢。保罗是一位非常清楚着家己呼召的人，就算拄着哥林多教会分裂，有人选择要来军队伊，但是保罗确实来责备因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怎会当将耶稣基督拆离开呢？保罗受领关伫家内底，却是由原关心者的顾家的人、官员、士兵，因的心灵甲因的需要。相时伊嘛看重伊所领受福音的呼召，无论是对什么人，保罗总是抱着一个心态。就是若无传福音，家己都有罪啊！这是保罗话讲，伊讲人若知影着行好，无去行，安尼伊就是得罪啦。保罗伫受甲要去家己罗马的这个路中，拄着海难，后来呢，因得着救。了，就去到这个马尼他岛。虽然伊是一个受关监的人，佫是落难的人，但是保罗并无因为安尼来放弃家己迄种互人得到利益、互人得到福气的呼召。圣经记载的场景安尼甲咱讲，因愿得到救上岸了，才知这个岛叫做马尼他。岛上的人民对阮真好，当初是因为落雨天气阁真冷，因就来起火接待阮。保罗抾一块茶放伫火中，有一尾毒蛇挡袂牢烧，就钻出来甜伊的手。岛上的人看见迄尾蛇绑伫保罗的手，就彼此讲：这个人一定是杀人犯。虽然对海底被救起来，天理还阁是无容允伊活地，但是保罗将迄尾蛇甲伊献伫个火内底，家己并无有受到伤害。大家要等着伊的手肿起来，还是看伊忽然间倒去死去，但是等真久，看袂出伊有啥物奇怪的情形，就改变念头讲，这个人是神明。这个情形就亲像迄个当初是五月花去到伫美国的时阵拄着的困难，后来也伫原住民的帮站内底，才会清教徒会通得到帮站来存活。圣经的记载，保罗并无利用安尼的机会，好好为着家己来组织的支持者。保罗反倒当宁可诚做上帝所呼召差遣的仆人，并且诚做人的帮赞甲祝福。圣经佮记载讲，离迄个所在无远，因的首长伯巴流有一片田，因真欢迎因。
就伫迄个所在款待因3天。当这时，保百流的老爸得到热病，甲阿玛利亚倒伫迄个眠床的保罗也去到伊的房间，为着伊祈祷换手来甲伊医治。安尼，岛上所有的病人拢来也拢得到医治。因就送因真济礼物，开船的时阵，佮将因路中所需要物件送上船。保罗以及即群落难的难民，却伫上帝奇妙安排中间，成做马尼他岛的祝福。咱呢，是毋是愿意即时成做上帝的仆人，领受上帝的呼召，成做别人的祝福呢？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义人着因为上主来欢喜，正直的人着称赞伊。恁着弹琴感谢上主，用10条弦的琴来称赞伊，弹互伊真水。着对伊唱新的歌，大声欢呼，因为上主的话是正确，伊的作为拢可靠。上主以爱公平正直，伊的慈爱普及全地。强将对上主的话创造，日月星辰对伊的喙喷出的气造成。伊甲海集做对，甲深渊收伫仓库。全地着敬畏上主，世间人拢着敬畏伊。伊一个讲，宇宙就出现；伊一个命令，万物就形成。上主互列邦的计谋落空，互万民的计谋失效。上主的计划永远袂变，伊的心意线到万世代。认上主做上帝，迄个国真有福气。受拣选做伊产业，迄个子民真有福气。我算什么？上帝竟然使用阮，成做别人的祝福。恳求上帝帮助阮，成做好的仆人，愿意成做别人的祝福，无追求私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